啊，来了你请他一声，请坐的。五岁来了，请过五瑞先生，起来，起来。呀翠，我大你是个君子人，这样的希望人家不给呀你。我本是个大将军，岂不与你去送行？今日这样的谁为你月落与我穿过情啊？谁叫你我的这话你不听？五岁已经得了病，三是黄花开难言，今是要紧送10分，故儿你娃子关在路下，我不曾与你说还不清。事实来是我错怪了你，事实上是我讨了你。不妨事。小姐，本小姐到此与我我的前来说自封信息不是下，要五岁的妹妹明他不是来这不去无踪啊意，只是我一朝自心。那你是想骂我逼他给我他不肯，所以恩重写好是一封，他要弄送与无人边家亲。你把书信交给我，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今日心里随心谁？我不是书信，是颗心。心谁里呀？我记在心里。到大地，不可放在参谋的腿，人的心，但要去送了谁？既然他已言语反悔，请什么？妹妹，啊！
激动。